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国昨无丢池来发动着联合战备警巡，有68只军机舰出海活动，而且是伫一天来发动2届。国防部今仔日特别公布咱的空军甲海军监控的画面。国防部长顾立雄痛骂讲，这个阿强啊，都是麻烦的制造者。海军升5级电弹舰的官兵全副武装用吊镜咧监视中国的军舰。解放军昨无已经启动联合战备警巡，而且一天直接来2回，这嘛是有史以来头一摆。解放军反常增加海上的警巡频率，国军嘛做出反制，多工级的巡逻舰锁定对方的温州舰。今日左营军舰以及升5级的班桥舰、电弹舰隆重出动进行监控。昨天比较特殊，只是说在上午举行一次之后呢，他的军舰其实敌舰在海里没有离开，然后之后下午他们的这个空军有在进行这样。唔那海上尔，空中危险嘛无减少。今日透早6点前24小时，国军侦测到59台强机绕台，其中43台超过中线，也是进入咱国防空识别区。航迹图真挖咱国24海里的临接区，充满抢渡的意思。即摆国防部嘛真罕见，公布由 F-16V 所监控协调2款无人机的相片作为回应。中方有关军事行动是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必要、合法、正当之举。挑衅的动作啊，然后加剧这样去让这个已经一再的证实，他们就是整个台海和平稳定的这个麻烦的制造者。正拄好，国军伫昨嘛开始俗称小汉宫的立即战备操演。顾立雄话讲，拄好趁这个机会进行相对应的操演，全力备战，防止解放军找机会攻过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